为了保障游览车的行车安全，交通部预告讲，明年6月初1开始全台湾14000台游览车拢爱装 GPS， 若无上济会罚9万块。今仔早起有游览车业者声明强调讲，因无反对装 GPS， 也毋过质疑交通部强制规定有道理抢伤的嫌疑，表示讲无排除2日会去交通部抗议。 监理单位为系统平台顶悬，就会当掌握到游览车超时、甲超速等等各样的数值，这是敦促业者改进。这是交通部规定游览车一定要安的 GPS 监控系统。不过，根据审计部的报告显示，游览车最近这3年的事故愈来愈多。去年通报警察的数量是日头增加到3978件。有驾驶怀疑讲 GPS 到底敢有帮助？交通部，你是在解决问题，还是在卖科技产品？为什么？ 请你说明，我严重怀疑有官商勾结、图利厂商之余。交通部预告，为明年6月初1开始，全台湾14000台游览车，强制都要安有驾驶识别功能的设备，而且接去指定的资讯平台，若无按照会罚9000至9万。不过，这个新的规定一出来，嘛，互不少驾驶士气噗噗，因并无反对安 GPS， 不过要求会当互业者自主管理。 弄得整个游览车界大家跑不掉，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适应它这个 GPS 的所定下来的所有的规定，不管从法制面啊，或是说我们业者的这种所谓的接受度，没有一个人赞成。公路局以文字声明回应讲，去年通报警察的数量直头增加，是因为为去年开始取消10公里的容允值，只要超过限速就会通报警察。今年通报警察的比率已经有10个月在降低。 也拿去年出车的数量，嘛比前2年增加34%甲16%，所以通报警察的数量才会愈来愈多。游览车协会讲，公路局已经邀请工会甲协会，这礼拜3开会来协商，希望坐落来好好讨论。协会指出，目前已经有差不多300台游览车加入抗议，这个协商若破局，按算2日会同齐去交通部来抗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